后来梁少华讲带糖尿病12年了，虽然有定期来食药啊，但是拢无回诊来追踪，甚至这个糖化血色素，也就是血糖浓度的平均值是高达12，是正常人的2倍悬。医生讲，安尼真会来并发到心梗塌。医生嘛，趁这个机会提醒到糖尿病的患者，若无定期来回诊，真有可能这里的血管壁的血角会破去，会来提悬到心梗塌的几率。回头过来讲，这梁少华个性真草地，捌因为对金警长的评审不满共呛声，但是事后嘛真大方，为家己的失言来道歉，就是迄种直朗朗的大炮的性格。个性海派的梁少华，2012年本来被看好会摕到金钟奖，想不到会失望。事后伊真生气，对评审真不满。龙少华。不过2019年，梁少华摕到金钟奖，是自命归了后，伊勇敢为当年的行为悔失的，雄雄过身，和真侪影迷真惋惜。梁少华捌讲，伊2009年确诊得了糖尿病，算已经有病史12年啊。虽然有定期食药啊，不过拢无回诊追踪，甚至糖化血色素是13%，是正常人的2倍。医生讲安尼真熬心梗塌。台湾的糖尿病学会的标准是建议在6.5以下，那13的话，基本上就是等于是将近平均血糖是300啊，血管就很容易堵塞，更容易造成心血管疾病这样子。对，然后尤其在夏天的时候，又会更容易流汗的话，造成全身性的脱水，这个风险就更高了。长期糖尿病高血糖若是无追踪，真后有高血压造成血管会有血角，若是超过5年到10年，这个血角会走去其他的器官，若是走去心脏，就会发生心梗塌。需要每3个月回诊，血糖机它监测只是代表你当下的血糖的数字，它没有办法告诉我们这个血糖的数字的起伏。梁少华过身虽然死因也唔知影，不过推断有可能甲12年的糖尿病病史有关系。因为这一切拢伤过突然，和阿姨的亲人甲朋友拢非常的悲痛。